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8章，咱来对13节做伙读到21节。约阿斯的囝基甸对战场顺希勒斯的山坪转来的时，掠到一个苏格的少年人，甲伊查问，伊就将苏格77个领袖甲长老的名写出来交互基甸。基甸到苏格对遐个人讲：“恁以前甲我踢笑讲，你着还袂掠着西巴甲撒摩那，我哪着用饼互恁亚仙的军兵？呾恁看，西巴甲撒摩那伫遮。”伊就掠城内的长老，用旷野的刺配甲藤条教示苏格人，搁拆比罗伊勒的城楼，杀死城内的人。基甸问西巴甲撒摩那讲：“恁伫塔卜山刣的人生做甚物款？”因应讲：“亲像你。”台人看起来拢亲像王子。基甸讲：“因是我共母的兄弟，我只用我的上主咒詛。恁若有留因的性命，我就袂刣恁。”伊就甲伊的大囝一帖讲，甲因刣死。毋过一帖惊，毋敢背倒，因为伊还少年。西巴甲撒摩那甲基甸讲：“你家己动手，你才有够力。